立法委员陈廷辉安南区新的服务处，虽然目前搁伫咧装潢的阶段，不过陈廷辉上午嘛特别到新的服务处来开箱，向乡亲特别介绍未来的办公地点。除了表示对选民交代甲承诺，同时嘛，互大家知影，陈廷辉绝对是讲到做到，对着家己所讲的话来负责以外，同时嘛展现团队高效率甲决心。今天为什么有这个开箱的这个记者会哈？其实只是要跟大家说，陈廷飞的团队，我们是说到做到哈。当时候有人质疑说，我们好像是样品屋，我的这个服务处，我的这个竞选总部是样品屋。那我很感谢提醒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跟人家承租的哈，所以承租之后既然有这样的提醒，我们马上了解。那既然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行政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希望把它能够合法。那合法的部分，在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交由地主来做处理哈。那其实我相信，如果不是政治化，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哈。因为我在那边16年了，我讲我那球少点红台尾了哈。立委陈廷辉表示，自2008年立委选战以来，虽然甲团队陪伴旧的服务处16档的工程有一寡唔甘，但这届因为扫着风台尾，为了维护党人办公环境的安全，伫安南区后援会会长郭福文的协助，嘛真紧就找到新的服务处位置。地点就位伫咧宜安路2段188号，也就是果菜市场的店面。因为还未完工，预计选举过后，伫咧农历年之前会来搬迁，同时庆祝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